后来，这个南投德山一个太太行路行到一半，突然间起戆跋落水沟仔底，爬袂起来。听到粪扫车的音乐声，赶紧来握手。加在清洁队员目睭金有看到，赶紧甲救起来。清洁队开回收车经过南投德山的巷仔，发现有一位妇人人卡伫边仔的水沟仔来划救命。他是卡住，这样爬不起，爬不出来。对，他整个人都卡住。清洁队员随落车，发现伫水沟仔当中的妇人人互卡掉咧，无法度爬起来，众人合力做伙甲救起来。他整个人跌坐在水沟里面，而且泡在水里面。那我们就赶快终止我们的任务，赶快大家一起下车去救援他。好佳在妇人人敢若流啊着伤，意识嘛真清楚。伊讲行路行到一半，雄雄头晕，然后就摔落啊。爬袂起来，拄听到车声，举手啊！清洁队嘛足好诶，讲佫会举手啊，起来动来，怎啊拢甲我？他紧甲你扶起来。两三个甲我牵起来。好佳在清洁队拄好经过，嘛看到伊来发救人。队员讲，平常时拢是替民众载粪扫，做救援队头一摆落水沟仔来救人，这是头一摆，毋过会使救人一命，嘛感觉真欢喜。